前，新气象点钞机嘛重新动工，通hướng聯邦銀行建興分行已調人較緊，停工2禮拜了後重新恢復，行員嘛加強櫃台內底消毒，同款是通hướng的銀行狀況煞攏無共。天門鎖掉的 ATM 嘛暫停使用，敢若看到行員穿防護衫佇內底整理資料。南崁的某一間銀行傳出敢若有員工的真人較緊，以防線休困一天，增加防疫唔敢放鬆，因為社區遊玩有風險。5972人，那只有2位確診，包括1位雅旭員工，一個匡列的舊案。但不代表社區都沒風險。嚴格來守護社區，而且嘛要趕緊解決遠向住無工區的風險。園區這3天都有200個人確診，廠區內底32個廠商，還有超商攏全面停工。其中也許紅白確診上濟，員工嘛攏用電子圍籬，用上高規格防疫要甲病毒的連接切斷。加值園區有3000人，那貨運站有4500人，可是還不包括像有派遣勞工，這個維修廠商。所落來要詳細來調查相關的接觸者，因為病毒已經對廠區的員工來擴散。新店烏口的紅紅社區新經線嘛變啊真暗，透暝來做採檢，因為紅白科技的員工去到新店，當中包括2位主管，還有2位員工，大家攏通勤佇廠區，還有宿舍咧走，互新店嘛唔敢大意和病毒咧搶時間，就是要趕緊把穩重的確診者抓出來。